大家好，我係4B 班嘅霍爾嘉。我係4A 班嘅陸安人。今日係12月4日，國家憲法日，就等我同大家講下憲法嘅起源及重要性啦。1982年12月4日，第5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5次通過咗現行嘅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。憲法與我哋嘅生活息息相關，我哋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了解憲法與我哋嘅關係。首先講講憲法及基本法嘅關係。憲法係國家嘅根本法、最高法，係國家嘅重要標誌同象徵，具有最高嘅法律地位、法律權威、法律效力。憲法同時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根同源。香港特別行政區係根據憲法第31條設立，而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實行嘅制度，亦係根據憲法制定。憲法係基本法嘅立法依據同效力來源。冇咗憲法呢個根同源，就冇咗基本法，冇咗香港特別行政區。憲法為一國兩制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實踐，提供咗法律保障同憲制依據，係香港社會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嘅關鍵同基石。從同學嘅自身同香港長遠嘅發展嚟講，國家近幾十年喺經濟、社會、文化、科技等領域都取得舉世矚目嘅輝煌成就，喺國際間嘅地位與日俱增，成績有目共睹。香港特區喺一國兩制下享有獨特嘅地位同優勢，喺國家嘅發展中既係貢獻者，亦係受惠者。同學通過認識憲法同基本法，可以提升對國情嘅認識，把握國家同香港嘅發展機遇。2014年第12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將每年12月4日定為國家憲法日，通過多種形式開展憲法宣傳教育活動，以增強社會嘅憲法意識，弘揚憲法精神。今日2025年12月4日，正係國家憲法日成立11週年嘅重要日子，期望同學關心國家發展大局，好好裝備自己，成為有識見、負責任同埋愛國愛港嘅未來社會棟樑。12月7日係2025年立法會換屆選舉，希望同學鼓勵家人投入選舉，致力為國家同香港作出貢獻，共創未來。我哋今日嘅分享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